由跨國瀑布到夢幻銀灘，直擊深海巨獸躍動瞬間，同翠明假期一齊展開呢趟8日嘅廣西奇幻之旅。第一日抵達南寧呢個綠城，2晚連續入住地理位置優越嘅南寧希爾頓日林酒店，俾你最舒適嘅體驗。第二日衝向中越邊境嘅德天跨國瀑布，睇住磅礴水勢橫跨兩國，真係震撼到起雞皮。返到南寧漫步3街2巷，瞬間穿越返老南寧。第3日轉場北海，即刻感受鹹濕海風。北海老街處處係百年相浮嘅滄桑痕跡。今次豪住3晚2023年新開業嘅北海萬豪度假酒店，瞓喺床上都睇到無敵海景，落樓5分鐘直達沙灘。第4日全程高潮嚟啦，衝向惠州島觀鯨海域，見到成米長嘅星魚跳入鯨口嘅自然奇觀，真係太震撼太浪漫啦！夜宿2026年全新開業嘅惠州島悅苑酒店，設計融合島嶼特色，超有格調。第5日深度環遊惠州島6大景點，從火山地質奇觀到百年天主教堂，每個轉角都係明信片級風景嘅。第6、7日返北海漫遊天下第一灘銀灘，再去僑港風情街同樓下古村，3日都行唔完嘅打卡勝地。最後返港，唔好唔記到仲有廣西美食啊！從南寧檸檬鴨到現撈海鮮，今次真係要帶多個胃過嚟。翠明假期廣西惠州島觀鯨之旅，8日7夜跨越山海奇觀，2026年席位搶先預訂，同我哋一齊見證北回歸線下嘅生命奇蹟。